这毋是英人毋做牵猪哥咧佚佗，原来是寡人加小金，牵狗仔出去散步，搁甲人偷摕钱。花莲这个查甫人透早牵狗仔去散步时，伫咧人的奥多麦头前安尼行来行去，趁一个无人，阵啊甲奥多麦车厢撬开，偷摕牌仔内底拢总5000块。伊嘛有看到监视器咧翕，伊目睭溜一个共款偷摕，警察即嘛当咧调监视器掠人。 这个查甫牵狗出去踅，其实伊是甲当做一个掩护尔。看伊探头探脑四界咧找目标，后一秒伊个随甲人的奥多麦卡窗仔甲撬开，偷摕内底的钱包啊，拢总摕着5000块。就算讲去有监视器甲翕到，伊嘛是照摕不误，真紧过来走离开现场。就觉得他很大胆，而且他在那边翻那么久。而且他头又抬看摄影机，怎么这样警察还抓不到？这件代志发生伫花莲，9月初9的透早，这个查甫牵伊的狗出来四界踅，看到4颗链灯拢无人，伊就甲人奥多麦卡窗仔甲撬开，去共偷摕钱。规个犯案的过程拢去有监视器甲翕落来。事后车主发现到，去甲警去甲报案，一定要甲这个贼仔甲装起来。查案的时候发现里面的钱已经不见了，然后就想说请房东调监视器。 然后后来才发现，真的是有人偷那个我们钱包里面的钱。那调阅沿途的监视器画面来厘清说，那这个涉嫌人的去向，画面上还蛮明显的。那我们就是有把握，就是可以尽速将涉嫌人缉获归案。这个贼仔会当遮失手来偷摕，怀疑讲应该是住伫个附近尔。警方嘛会掌握嫌疑犯的特征。 要甲抓起来归案，不过也是提醒民众讲，奥多麦这个卡窗仔内底上好莫放这个贵重的物件，安尼才免互有心的人甲真调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